最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5页，对头仔算倒来是解说甲第13节，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，也就是对尾啊算倒来第2节，就是解说甲故知万法尽在自心。即嘛就是要来继续解说下面，就是何不将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何不就是讲为什么唔啦？为什么唔将自己的心中来去顿见真如本性？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啊，讲了前面这道理了，等于对在会听众的一种的反问，也可以讲就是一种的提醒啦。在前面，慧能大师就讲，本我安尼呢，佛啦，就是众生。一念我的时阵，众生就是佛，所以就可以了知万法呢，是尽在自心。就是讲，要做佛，或者是要做众生呢，拢是由家己自己的心去拍算。心若是当互来悟，就是佛；心未当互悟呢，就是众生。所以才讲，既然是安尼，为什么唔将个自己的心中来去顿见真如本性呢？所以佢就讲做顿见，就是即时啊来去见到的意思，唔是讲慢慢来啊，就是即时呢就会当好来了悟的意思。这个真如本性，真就是真实啦。这个真就显示，唔是希望，再叫做讲真啦。这个如就是如常，表示无变异，就是讲这个真实的真理，在一切法的上面啦，相如其性。安尼呢，名叫做讲做真如。这个真如呢，就是的自然本性，就是讲咱本有的心性，也就是啊，咱众生本具的佛性的意思。咱众生本具佛性就是真如。这个真如，既然叫做讲做真，就是无希望；叫做讲做如，就是不变异。这个真如本性，伊的体呢是真实无希望，也是呢如常不变异。但是呢，却啊会当互来随缘显现妙用。虽然是讲随缘显现妙用，不过呢，无论是在什么所在，伊的体原然都是真实，体呢原然都是不变。这咱可以啊提出譬如来说明，这个真如本性啊，会使你甲伊譬如讲就是真金。这个真金实实在在就是真的啊，真的金啊，绝对啊，无掺杂一丝啊，毋是金的成分。啊，这个金的真呢，这是未变。无论是讲用过迄个火去甲伊烧，或者是讲用过人工去甲伊拍、去甲伊堆，伊迄个形体变啊，但是迄个质未变。所以一块金仔地，在金仔店的所在，有迄个拍金仔的师傅，甲伊拍做金鱼钩啦、金手指啦、金破链啦，种种的这金器。也无论是拍成什么款的金器啊，
只有是伊迄个外表的形体变而已。拍来拍去，根管都是金啊，无一个呢，毋是金啊。那咱过来摕一个较具体的来说明，譬如讲，将迄个金器，将迄个金啊来拍做佛祖像，也将迄个金啊来拍做一只狗仔的形体。虽然是讲佛就是至高无上的圣人，也迄只狗也是一个特性道的众生啦。在迄个外表的形体，当然迄个金啊拍做佛祖像，咱就会甲伊请去迄个佛道顶去甲伊装扮。伊若是讲甲伊拍做一只狗仔呢，只是放在建本土迄个所在，互咱直直甲欣赏而已啦。虽然是安尼，事实上拍做佛祖像迄块金，甲拍做狗仔的像迄块金，共迄个价值，并无差别。并毋是讲因为甲伊拍做佛祖像，所以迄个金仔真呢就变较好去啦。或者是讲甲拍做狗仔像，迄个金仔就变歹去，浪费。这个道理我相信咱是真容易了解。以这个来譬如讲，所以叫做讲做真如本性，这是一种的真理，一种不变的真理。伊迄个体呢，绝对是不变，但是伊的用呢，会当好随众生缘，在修法界中呢来发起的作用。但是拄到迄个清净缘，就变成四性的法界。那染污缘呢，就变成了六凡的法界。虽然随着清净缘，随着染污缘啊，变现了十法界差别之相，不过伊的本体呢，原然呢就是如此，就是不变。这啊，这个世界叫做讲做真如本性。在大圣之观原来讲，讲此心即自性清净心。又名真如，又名佛性，又名法身，又名如来藏，又名法界，又名法性。所以这个真如本性啊，伊名称真济，或者是名叫做讲真如，或者是名叫做讲佛性，也名叫做讲法身，或者是叫做讲如来藏，叫做讲法界，叫做法性等等。所以这个真如啊，伊名称真济，但这个真如本性，那讲一个较简单，互咱容易了解啊，就是咱众生本来有的佛性啦。所以伫这所在，六祖大师讲：何不将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也就是讲，你为什么毋将你的自己的心内面来顿见你本来所有的佛性呢？安尼我相信咱就真容易了解。一边讲菩萨戒经言我本性原自清净，若失自心见性皆成佛道。菩萨戒经这啊，就是罗什法师所翻译的一部经，就是《梵网菩萨戒经》心地品内底这个经文啊，在这所在引出来说明，伫遮所讲的我本性原自清净，若失自心见性皆成佛道。这个文呢是出在《梵网经菩萨》梵网菩萨戒经心地品第集。这个梵网经呢是一部经，内底啊有迄个菩萨心地戒品。在迄个所在就安尼讲啦，讲我本源自性我本性原自清净。那这个我本性原自清净，
若是在有一本即个六祖大经的即个千字，就是即个丁福宝所著呢，是变应讲五本愿自性清净。也即个五本愿自性清净，甲五本性愿自清净啊，意思可以讲是共款呐。五本性愿自清净，就是讲我的本性啊，原来自然自己咧，就是清净的。自性清净，也就是咧指自性清净心。就是咱人本来有的心，咱人本来所有的心，是离开了一切虚妄的染污，所以就讲做愿自清净。也就是讲，咱众生本有的真心，咱众生的佛性，乃是呢原来都是清净的。这个原来都是清净的意思，就是讲本来就是清净。毋是讲咱将这个烦恼去掉了才清净，所以对于这个本性甲烦恼，咱应该呢做一种的体会。安怎体会呢？我现出时来提一个譬如起来说明。比如讲有一粒迄个宝珠，那在咱佛教呢，常常拢提迄个摩尼宝珠来说明。这个摩尼宝珠啊，名号做如意宝珠。为什么叫做讲如意宝珠呢？这个如意宝珠就是讲随着咱众生的要求，随着咱的心意，要爱有啥物件，伊就会变什么物件出来，互咱呢，叫做如意宝珠。啊，这个宝珠啊，可以讲就是无价宝啦，袂当甲算讲伊价值是偌济，无法度甲估计的价值。啊，这个如意宝珠呢，是内外透彻啦，清净光明。就是讲，这粒珠呢，内底连一点仔件迄个垃圾都无。这呢，就是譬如我本性愿自清净。啊，既然我本性愿自清净，为什么咱伫咧修行学佛，又叫咱讲到爱来断烦恼，安尼才会当好来成就佛道呢？啊，咱就必须了解。这粒摩尼宝珠虽然啊，真清气无毋对，但是毋拄好呢，将即个摩尼宝珠啊，落对涂骹，落对胶底落。哇！这个胶啊呢，有真正这垃圾落过啊，卖过，就将即个宝珠的迄个清气的宝珠啊，该砍掉咧。这个垃圾该砍掉咧。所以根本呢，即个宝珠虽然是讲真清气。确实已经无看去啊，拢无去啊，啊，袂发迄个光出来。这就是咧，譬如讲，本性虽然原来清净，但是外面呢有这个烦恼，该砍掉咧，该包掉咧啦。毋过咱来了解啊，虽然是讲迄粒宝珠落伫胶底，外面呢有这个落果糜，有这个垃圾。但这个垃圾呢，只是在外面该包掉的而已啦。迄个垃圾呢，并未走入去迄粒宝珠的内底去。所以虽然是讲外面是垃圾啊，迄粒宝珠呢，原来是清气，内底原来是清气。这正正都是咧，譬如讲，咱众生本性的清净心，虽然互迄个烦恼甲咱包围掉咧。只是啊，染蔽在迄个外面，并毋是讲染污甲咱的心的本体去。咱的心的本体呢是无去互染污去。咱呢用安尼去了解就无毋对。当然，你要爱即个宝珠来看出即个宝珠的光，看出即个宝珠的光，即个光明清净。你必须咧就将即个宝珠啊，甲摕起来。将迄个胶仔底摕起来，垃圾的所在摕起来，水甲呛清去，将迄个落果糜个垃圾呛清去啦。迄当阵呢，迄粒宝珠啊，就恢复了伊本来的清净的体造出来，哎，发光，你要爱啥，伊就会当变好你。这就是譬如讲，咱众生要来
显现咱的本性，要来成就佛道，要来发生妙用，那就必须在遮背在咱本性外围的这无明烦恼呢，做一摆甲伊去掉。将这个无明烦恼去掉，迄个时阵，内心才当得到开显，才当发生着迄个妙用。这就是咱对这个我本性原自清净这句的道理要来去甲伊体会去了解。下面讲若识自心，见性皆成佛道。讲假若咱是会当来识自心，这个识就是讲认识。咱若是会当认识咱自己的心见性呢，拢总都会当来成佛道。识自心也就是见性，见性也就是识自心。在过去有一个修禅的这个禅师，伊在迄个禅堂的所在，伫咧做香灯。伫咧做香灯呢，有一天去添迄个琉璃灯火油。即嘛添琉璃灯火油，将迄个灯芯甲伊咬悬起来，啪一下，哇！安尼伊就开悟啦。开悟了后呢，就讲一句迄个开悟偈。这个开悟偈安怎讲呢？讲铁起灯来是好，历劫无明照破，花当碰着圣经，几何当面错过。铁起灯来是好，就是讲将迄个灯甲伊摇起来，就是火啦。结果呢，迄个历劫无明就照破。那第二句话也会使咧甲伊当作当时的事实，同时呢，也会使甲当作讲就是这位禅师的开悟的境界咯。这个历劫无明照破，就是讲历劫以来的这个黑暗拢甲伊照破啦。无论是讲偌久的迄个黑暗的所在，只要你一拍灯火去拢做一晚呢，都甲伊照破，光迄个暗就无去所以唱书是讲一间迄个室内，自历劫以来拢无一拍火伫拢黑暗伫咧。毋过一拍火就甲摇光了迄个黑暗拢做一晚照破，迄个黑暗拢无去佫就讲做历劫无明照破。第三句讲花动碰着圣经，这个花动碰着圣经，就是讲对外面转来走入这个禅堂的时阵呢，去拄着一个圣经，拄着一个圣经，就是讲拄着一个有开悟的圣人。虽然是讲是一个出家人啦，但是伊是一个有开悟的圣人。第四句话讲几何当面错过。讲险险呢，当面就去错过，就是讲拄着这个圣经险险呢，当面毋捌这个圣经。咱要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甲咱碰头，若是无注意呢，就去走过去了，那就是错过。这位禅师的这个开悟偈，铁起灯来是好。就是讲，将迄个琉璃灯火的灯芯甲伊摇起来，火啪一下，这是在讲啥？就是讲，伊提起一念的正观，安尼呢，伊的智慧就开显了。这个智慧就显现，在这个智慧显现迄个所在呢，历劫无明照破，就是讲过去伊无始劫以来，这无明烦恼呢，拢做一摆去来打破啦，心地黑暗呢。因为智慧灯一个点落甲地拢做一摆无去规个心地咧拢变成光明，就无搁再有黑暗所以才讲做历劫无明照破。第三句花动碰着圣经，这就是咧指迄个禅的功夫，所以叫做讲做花动呢，就是一种的花光返照。花光返照照了自心。也就是遮所讲的识自心见性，所以才讲做碰着圣经。讲伊呢，
回头倒转来闪转啦，去拄着一个圣境。就是讲伊的心的作用向来去回光返照迄个所在，结果咧就是失自本心，见自本性啦。几乎当面错过，讲险险安尼就去互错过去。假如讲伊若是无迄个智慧眼啦，虽然见到自己的本性，但是呢嘛毋捌自己的本性，安就是错过。好咧，加在这位禅师呢无错过，去互拄着。这个拄着，就是遮所讲的失自本心的意思。所以就做慧能大师讲，若是会当好来失自心见性就会当好来成佛道。要如何来失自心？如何来见性成佛道呢？在六祖慧能大师迄当时阵，只是讲当下会当好悟，安尼就是。不过咱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末法时代众生是毋是当下会当好了悟？咱的根基是毋是遐来呢？这才是一个问题。要拿呢，应该要如何呢？要失自本心，要见性成佛道就是应该呢，爱会当好来参禅。那这参禅就是向来去追求起意境参话头。这就是咱现在时参禅的方法。那若失自本心见性该成佛道这呢，在过去这个普照禅师修心约观内底呢，有一寡在这个所在会当互咱做参考。当然是这个传心发耀的所在，也一寡会当互咱做参考。在这个传心发耀端来讲这个真心，这是一种的无常，不来不去。生的时阵呢，这个性也不来；死的时阵，性也不去。淡然完寂，心境一如。那是当安尼来去直下顿了呢，就袂互这个三世所甲咱拘束，安尼就是一个出世人。所以，叫做讲做出世人呢，就是失自心见性的人。这个普照禅师的这个修心要诀，就在讲，那是不失自心是真佛，不失自性是真法。欲求欢呢，就婉推自性；欲求分呢，不关自己的心。你若是讲心外有佛，性外有法，那是坚固这款的执着，这款的分别，要来求佛道，唱书经过了未定劫，将这个身躯烧啦，将你这个骨，该摕出这个骨髓来。也来用这个气血来写经典，只敢只有坐拢无困，也只有早时食一顿，乃至讲托上一代宗教，修种种的苦行，就亲像讲煮迄个山要会变成饭，这根本就是无路用。意思就是讲。必须呢，爱来了解自心就是佛，爱来了解自性就是法。向心中去求佛法，安尼才对。所以才讲做，若是当好失自心，安尼这个行沙法门无量妙义是不求而自得。所以世尊讲啦，讲普观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如果再讲一切众生种种的幻法，拢是生在如来大有这个如来万感妙心。从这所就可以了解讲，离开这个心以外是无佛可以成。
过去一切诸佛啊，就是明了自心的人，也就是识了自心有见性的人。也现在这个自性人，也就是伫咧修这个心的人。当然，未来的一切修学人也应该照样去学。所以咱要修学佛道的人啊，毋通向外面去求，心性无染嘛。本来呢就是圆满成就，只要会当好来远离妄言，就是如如佛。就是讲，只要你会当好远离到这烦恼妄想的因缘呐，就是如如佛。六祖大师伊就甲过去这禅宗大德所提倡，尤其是我拄则引起普照禅师的修心要诀这段的道理来说明啊，拢就是咧说明讲，若是会当好来识自心，会当好来见性，个个咧就可以会当好来成就佛道。最虔诚听众，咱今日节目先讲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